大家好，我係臨床心理學家梁仲明博士。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究竟乜嘢係讀寫障礙。讀寫障礙係特殊學習障礙嘅一種，係指學童喺閱讀或者書寫方面出現困難。患有讀寫障礙嘅兒童，往往都難以準確同埋流暢咁樣認讀同埋默寫詞語，亦都喺閱讀理解方面出現問題。部分嘅小朋友或者會因為咁樣減少對閱讀嘅興趣，同時會影響整體嘅學習表現。喺香港，患有讀寫障礙嘅兒童約10%左右啦。換言之，每10個學童入面就有機會有1個人患有讀寫障礙啦。而男女比例就約為2至3比1。讀寫障礙常見嘅症狀如下：首先係閱讀方面。反覆嘅溫習亦都未能夠認讀到詞語，好容易唔記得已經學咗嘅詞語。有時候容易混淆字形相似嘅字，譬如將個冇字讀成個手字，又或者混淆咗字義相近或者相關嘅詞語，譬如個有字讀成個朋字。閱讀速度都會慢啲，理解詞句嘅能力亦都會差啲，有跳行或者跳字嘅情況。閱讀嘅時候容易出現疲倦或者頭痛嘅情況，而喺書寫方面反覆練習亦都未能夠正確默出簡單嘅字詞，掌握字形嘅結構亦都會覺得困難，抄寫容易出錯，寫字嘅速度都會緩慢一啲，字體會東歪西倒，筆畫嘅方向會倒轉，空間分配亦都比較差，有時候可能會增加或者減少筆畫，譬如多一點，少一撇等等。而寫字左右會顛倒，呢個我哋俗稱叫做鏡面字，例如 B 字變做個 D 字，或者左右嘅偏旁會調轉。不過其實大多數嘅小朋友喺成長過程入面都會有暫時性寫字左右顛倒嘅狀況，一般應該喺7歲之前就會結束啦。最後就係寫字嘅時候容易覺得好攰。讀寫障礙係先天性發展障礙，至今都未有具體嘅病因。現時亦都未有研究顯示有任何嘅藥物或者治療可以徹底根治讀寫障礙。不過，只要俾學童耐心嘅協助同埋提供有效嘅訓練，情況係可以慢慢改善㗎。如果當家長察覺到小朋友喺閱讀或者書寫嘅能力大幅落後於同年嘅小朋友，就應該及早帶小朋友去進行評估啦。而讀寫障礙嘅評估係需要由註冊嘅臨床心理學家或者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估同埋撰寫專業嘅報告。我哋會使用認可嘅評估工具去了解學童嘅閱讀、書寫能力同埋認知能力，去識別有閱讀困難嘅小朋友。除咗揾合資格嘅臨床心理學家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做評估，家長都可以透過網上嘅評估初步了解一下小朋友嘅狀況。你可以去影片下方嘅內容，我哋會提供一啲免費嘅網上評估連結。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下一次再見啦！